今天要和大家继续分享的信息呢，好是经历试炼却不失什么信心，经历试炼却不失信心。好，那上次我们提到了这个信心，提到这个所带给我们信心的挑战，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见证，好，包括这个司布真听到了这个在印尼的一个亚历山大这个牧师亚伯拉罕牧师，好，他怎么样去经历信心，而经历上帝在他身上。好，所以信心好是要不是大跟小，好信心，而是要有跟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呢，信心在什么时候最能够呈现出来？你真的有信心呢？好，就是在试炼当中。我们一起说试炼。所以我们要一起来邀请大家今天来看一段很有趣的经文，好，是列王纪上的19章。列王纪上的第19章，这里是提到了旧约的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叫以利亚。这以利亚先知呢，他几乎是在先知书当中，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但是他留下了满满的神迹。他虽然不是以色列第一位神迹，但他却是在由以色列国家分裂之后，在北国第一位出来服侍的先知。他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你跟你旁边说，以利亚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他勇敢出来单挑这个以色列的王亚哈王，因为亚哈王虽然他是以色列的国王，但是他却跟着娶了外邦的女子耶洗别，而耶洗别呢把外邦的神明带进来，所以导致亚哈王犯罪，全国上下的百姓都跟着犯罪。但是呢，先知以利亚呢，他却出来挑战，好，并且在我们很熟悉的在加密山上，怎么样来战胜这些巴力的先知。好，然后呢，胜过他们，甚至最后都杀了他们。但是呢，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是记载在这个事件结束完之后，这些所有的先知通通被宰杀完之后，亚哈王就将以利亚所做一切事和他用刀杀了850位先知的事情，都告诉了耶洗别皇后。而第二节，耶洗别皇后呢，现在新翻译的圣经啊，叫耶洗毕。因为耶洗别以前是比较听起来好像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地方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现在把它翻成叫耶洗毕。耶洗毕皇后呢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对他唠了一句狠话，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就是那些被杀的先知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他就唠了一句话。但是呢，刚刚这个打完胜仗的先知以利亚呢，他听见这话，见到这光景，他就起来做什么？圣经说他就起来逃命。我们说逃命，他就起来逃命。他不是继续跟这个耶洗毕皇后再继续征战，他反而逃命。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追问。但是他自己呢逃命之后，他就带着他的仆人，好，把他仆人留在一个地方，然后他自己又继续在旷野里面走了一整天的路，好，因为他觉得仆人跟他在一起可能很危险，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绕跑。跑路的过程当中呢，他来到一棵小树罗藤树下，然后呢，那个树下他已经走不动，甚至他还有一个念头，他本来还想说逃着留着有一口气在，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有想到他居然在这个树下倒下来之后，他就说：“神啊，算了，求你就让我死了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能够带来神迹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中，他却跟我们一样的软弱。当你遇到困难、遇到软弱的时候，你会不会像以利亚这样，好像就累瘫在那边？我不想走了，我不想玩了，我不想活了，我想要死了。然后就跟神说：“神啊，把我接走吧！神啊，让我不要活吧！”但是呢，当他躺下来在那个树下之后，有一个天使就过来拍他，说：“起来吃。”他一看旁边有一罐水，还有炭火在那边烧的饼，所以他就拿起来吃。吃了喝了之后，他又继续躺，他也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呢，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又在他身边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又吃又喝，就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神的山，就是什么山？这张照片呢，就是何烈山，在何烈山的照片。我们要来今天的目标呢，
在我们周报第12页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一起来念：求神帮助我培养在苦难中不致跌倒的坚毅信仰。你把跌倒圈起来。第一个重点，我们要在苦难当中，虽然你遇到苦难，但是你不会像以利亚这样子跌倒。就算你像以利亚跌倒这样，你不会像以利亚说求死，主啊，让我死了吧。就算你真的跟神说，神啊，让我死了，但是我们也祷告，神差派天使拍你的肩膀说，起来吧，你当走的路还长，吃吧，喝吧，继续往前走。第二个重点，因着耶稣，我一起读：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因着耶稣宣告，我们必定在任何事凡事兴盛，身体要健壮，灵魂要兴盛。请你把凡事圈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你有这样的信心，任何的事，不管你要考学测、考基测、考大学、考职考、考高普考、考教职员，你要考什么样的考，你有这样的信心，凡事兴盛。而且我的身体，不论你生了什么病，好是隐疾或是疟疾或是任何的疾病，感冒、咳嗽、发烧、流鼻水、头痛，甚至是癌症，我身体健壮，我有信心，甚至我的灵魂兴盛。把身体圈起来，灵魂圈起来。我的灵魂跟神的关系永远是活泼的，不会像到以利亚走到了绝路，跟神之间走不下去。让我来问大家2个问题：这个先知以利亚，他曾经占领了850位巴力的先知，还有这加起来有450个拜巴力的，和400个祭偶像的，总共加起来是850位。一个人对850个人，谁会赢？光吐口水就被这些850个人淹死了。但是以利亚却以一击众，以寡击众。他还甚至让这850个先知通通在那一天当中被杀死。但是他为什么还会软弱，想要逃跑？这个问题我要让你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当基督徒走到一个绝步的时候，困境的时候，他能不能选择神啊，我 give up， 我放弃了，我不玩了，就结束了，我不玩了。虽然我知道是你呼召我，虽然我曾经经历你呼召我，虽然我经历你带领我，但是到这边我不要玩了。或是说，神啊，如果我遇到苦难、遇到失败，都是从撒旦来的，我只要成功，不要失败。我要让大家来思考这2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到底为什么以利亚会软弱？还有基督徒真的凡事都亨通富足？基督徒信耶稣之后，就是像一般人所说的"树我食，树我穿，树我欠钱唔免还，贵安丁唔免停"。好，就是什么意思呢？哇，好像又有吃又有喝又有穿，然后呢连钱都不用还，甚至呢开着车、骑着车在路上遇到红绿灯都不用停。真的是这么成功吗？一帆风顺吗？都不会遇到苦难吗？我们来看圣经4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一次的得胜不等于最后胜利。我们一起说一次：一次的得胜不等于最后的胜利。我要你跟我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翻开列王纪上第17章。列王纪上第17章这个地方是以利亚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第一次出现在列王纪上，而他最后一次出现呢，在列王纪下的第2章就被接走了。但是呢，很奇妙，他虽然被接走，但是到新约他还出现，而且呢，出现在耶稣的面前，出现在耶稣的学生、门徒的面前，在橄榄山上，耶稣变貌，就以利亚跟摩西出来跟他讲话。所以以利亚他虽然之前没有出现过的人，但是他呢却一直跟耶稣同在。对不起，列王纪上17章第1节这样说：住在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哇，他一出来讲了一句非常大的口气。他直接跑去跟总统亚哈总统说：“
除非我祷告，我向指着神发誓，除非我祷告，否则不管多久都不会降雨。果然，就真的没有降雨。但是我要问大家，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上帝要以利亚去做的，还是以利亚他自己想去做的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很多的时候都是神的话，我们会看到神的话临到了谁，然后谁再去做什么事情。可在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很特别，他呢提到说他是一个提斯比人，他就自己跑去对亚哈说，而且他还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指着神的名起誓。所以这句话，就我的推测，不是神漠视他，神小于他要这样说，而是他自己有信心，他自己有感动，他就去让王的面前说，因为王你拜偶像太糟糕。如果你看16章的后面，亚哈王是一个多糟糕的人，他所有的坏事情通被记下来，所以呢，他就跑去找王，说我要单挑你，好，单挑你，让你的国家没有雨水。我们再看18章的第1节，过了许多日子，到了第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让亚哈看见你，我要降雨在这地面上。”你看几年没有下雨？18章第1节，3年，足足3年没有下雨。哇，这个地方不是没有雨水，它是地中海型气候，好，是很舒适的。但是呢，居然足足3年没有下雨。如果你再看雅各书，雅各书是说3年零6个月，更详确，3年半足足没有下雨，所以整个国家陷入在非常惨的一个境界当中。所以很多人没饭吃。这17章里面就提到一个例子，有人快要被饿死，但是以利亚去帮助他们。上帝的心意跟着以利亚的信心走。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就不降雨。”上帝就站在以利亚这边，上帝就按着以利亚信心量给他，向亚哈王来见证。我们再看18章的17节，翻到了吗？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亚哈见了以利亚，就说：“真的是你吗？你这使以色列遭殃的人。”18节，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而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所以3年半之后，亚哈跟以利亚再一次碰面。上一次碰面是3年半前，说我指着神的名起誓，我若不祷告，天不降雨。3年半之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见面之后就说：“就是你，害我们整个国家这么多人活活的饿死渴死，动物都植物通通都没了，就是你害的。”以利亚说：“不是我害的，是因为你和你的父家离弃神的诫命，去随从巴力。”所以他们就这座山上就是加密山，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约见，他们要在加密山上好来单挑。我们再看18章的24节，以利亚呢就宣布比赛的规则是什么呢？说只要你去找巴力的先知，还有亚瑟拉的先知，好，400个加450个，850个人就在那座加密山上。游戏的规则就是，你们850个人求告你们的神明的名，不管是巴力或是亚瑟拉，然后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应允祷告降火的就是上帝。哇！所有的百姓就说好主意。在那座山上有多少人？以利亚加上850个先知，还有亚哈，所有的以色列人众人都在山下，因为这个以利亚要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这一场的决斗和比赛。是不是神要以利亚这样做的呢？我在想，也不是，是以利亚凭他自己的信心，他就这样子去行去做。果然，到了36节，你可以看到这当中他们怎么样的求，这850个人又叫又跳又唱歌又敬拜，然后呢就祷告，从早上到中午，从上午到下午，到快要献晚祭的时候，甚至他们还拿刀起来砍自己，好流自己的血，哇，又非常的虔诚敬虔，像当机在祈祷一样，但是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要献祭的时候呢，以利亚就终于讲话了，好，大家到我这边来，然后呢他就交代怎么样浇水，浇了3次的水，把所有的柴都弄湿，叠了12块的石头，然后呢把献祭的肉放上去，然后他就祷告，
他就祷告。当他祷告完之后，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我遵照你的话做这一切事。求你应允我，耶和华应允我，使这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的。”从这里你就会看出来，上帝根本没有要以利亚这样做，因为以利亚他跟上帝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应允我，神啊，垂听我。”他完完全全是凭信心。你看，在旧约的摩西他不论是要分开红海，都是上帝先告诉他你要怎么做、怎么走，你去做，就把那个杖丢下去，就会变成蛇；你把杖插下去，红海就会分开。可是以利亚完全没有，以利亚完全是他自己凭着信心，所以他的祷告，这段祷告很棒，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祷告。耶和华应允我，求你应允我，让这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的。当他一祷告完，哇，后面的更精彩，耶和华马上从天上降下火。如果你有看到，你有你的圣经，圣经说不但烧尽了什么呢？烧尽了这些燔祭，就是这些肉，还烧尽了什么？木材，这些被3大桶的水浇湿的木材，还烧尽了什么？石头，连石头也着火了，还烧尽了石头下面的尘土，刚才加密山上的尘土，甚至连那个水沟里面的水积水，通通都烧干。大家看了，就脸伏伏于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哇！耶和华以利亚大大的得胜，因为耶和华按着他的信心来帮助他。事情好到这边，哇！以利亚就开始宣布，大家把这些先知通通抓起来。现在你们知道了，巴力是假的，亚舍拉是假的，这些人害你们拜偶像，你们的祖先所拜的耶和华才真神，所以这些人通通被宰去杀了。但是到了19章第2节，我们今天所读的，当这个讯息传回去到皇后那边，皇后只不过绕了一句话：“明日这个时候，我若不取你的性命，愿神明重重的惩罚我。”以利亚却害怕，以利亚却逃跑了。好像这整个加密山的事件是一个云霄飞车，从一个高峰，但是呢，瞬间那一天还没有结束哦，那一天还没有结束，同一天当中，以利亚他的信心荡到谷底。他一听到这个话，他整个人就傻了。为什么他荡到谷底呢？因为他害怕。他是不是害怕他的命没有？如果他害怕的话，一开始他就不会去单挑亚哈。他为什么在害怕？他是害怕我们那个要去问道理的人，好，请我们到5楼去，好，那个米楼跟佳米。他害怕的是什么？我在想，他害怕的事情，是因为他觉得整个国家北国的以色列，连从上到下都在拜偶像，都没有人来服侍神。所以明天如果耶洗别皇后抓到我，把我杀了，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没有一个服侍耶和华的人。所以他害怕，他担心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人接续下去。你跟你旁边说，以利亚担心他的事没有人接续。他有这样的担心，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啊，什么事情好像我非做不可，非我不可。如果我不来做的话，这个事情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就会 over， 就会完蛋。所以他非常害怕，他必须怎样？逃跑。所以他开始逃到旷野，走了1天之后还不够，神要他继续再走。但是第2点，圣经告诉我们，一次的得胜不是最终的胜利，最后的胜利是什么呢？在信心上面完全的得胜。最后胜利决定于信心得胜。请你写下信心得胜，我们一起说信心得胜。刚才一开始有说以利亚他是个有信心的人，是吗？是啊，包括他一开始他怎样从圣经里面跳出来，
一出来就是个很有信心的行为，直接去挑战了亚哈王，甚至呢，他的第一个打战就是在加密山上的侍奉、服侍，哇，真的是非常的轰轰烈烈，超级有信心。可是还不够完全，因为他一想到他的生命若结束，整个服侍的版图就通通怎样就垮了，他就想到上帝的国家就灭亡了，所以他害怕的是这个。但是让我们继续来看《列王纪上》的第19章的第9节到第10节，当他到了何烈山，在那边遇到了天使，天使要他在那边不是，当他走到旷野里面，旷野要他再走40天，就让他靠着一瓶水跟一块饼，他走了40天。40天就是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这些路，这是从何烈山看下去以利亚走的路，他就是走这样子跋山涉水，然后呢，这都是没有树木，都是没有丛林，几乎都是旷野和沙漠。这几个石头呢，就是何烈山上非常有名的石头。何烈山上有这个石头，到今天还是长这样子。以利亚他走了40天，好不容易走上了何烈山，在何烈山上，他想说：好，终于走到了。天使要我走到这边来做什么？因为他已经是不想活了，甚至他也不能再回去了，因为他一担心他再回去到这个亚哈王面前，耶洗别皇后把他一杀，他整个耶和华的工作在以色列就完蛋了。但是呢，上帝要成就他的信心，用了4个步骤。我们一起说4个步骤。上帝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很奇怪。当以利亚来到这边，上帝叫他来，上帝没有说：“哦，你终于来了。”反而上帝反问他：“你在这边做什么？”以利亚就说了，第10节。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再追杀我。神啊，我为什么在这边？我告诉你，因为我非常的爱你，我非常的要服侍你。整个国家、整个教会都没有人在服侍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呢，还要追杀我。意思说我死了，就没有人服侍你了。哦。上帝就问他：“真的是这样子吗？”11节，跟你旁边说，重点来了。11节，神说：“好，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出来，站在山上面，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时候呢，耶和华要从你的面前经过。第一阶段，当他出来，从这个石头走出来，大风，圣经说有烈风大作。这个风多大呢？大到山崩地裂，你有看到石头真的裂开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石头、这个风所造成的。风大到把石头都裂开了，山崩石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上帝说他要来，要来之前是比这个再更大，这样子连续好像台风这样子狂扫之后，扫到石头都裂开。神不在烈风当中。第2阶段是什么？风后有地震。地震，好，这个声音制造出来。地震来了，地震来了。但是我们看到3月311的日本大地震，你就可以脑海里面那个印象，哇，整个山都在震动，震动了。但是神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第2阶段。所以你看到那些石头都被滚到，都变成碎石。第3阶段是什么？地震之后有火，大火来烧，这个火烧的比那加密山上的更大。所以你看到到现在何烈山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连一根草都没有，长不出来。但是耶和华有没有在火中？也没有。哇！以利亚连续看到大风，又看到地震。又看到火烧，记得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是不会有地震，因为那是属于地中海气候是没有地震。可是呢，圣经却记载在那个地方好几次的地震，包括耶稣十字架上死了之后，那个地方却有大地震，震到连坟墓的门都震开，然后呢，有这些已经死的人都从坟墓里面走出来。所以那个地震不是自然界的地震，而是神所给的。
但是神也不在风中，也不在地震中，也不在火中。第4个阶段，最后是什么？有一个轻微的、细小的声音，跟你旁边说：“轻微细小。”好像你在讲悄悄话。轻微细小的声音，这个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有听到吗？好，这个问题跟刚开始以利亚好不容易走到何烈山上来，同样一个问答。以利亚一走上来的时候，神问他：“以利亚，你来家冲下。”但是呢，这次上帝说：“以利亚，你来家冲下。”但是呢，以利亚他又说了：“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跟前面的回答是一模一样哦。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以利亚满脑子充满了只剩下几个人，他一人，所以这个国家只剩下谁？剩下他一个人。如果不是他的话，这国家就完蛋了。上帝向他显现完之后，他还是这样。但是呢，上帝却用下面这句话来改变他。我们等一下才好看。所以你可以看见，以利亚的信心虽然很强大，但是他对神有没有足够的信心？还不够。他相信神说不下雨就可以不下雨，他相信神可以从天上降下火，他就祷告，就真的降下火。他相信神要用他来救这个国家，所以他就去挑战了亚哈王。可是呢，他不相信神可以继续兴起别人，这就是他的困难最大的挑战。他不相信神可以兴起别人，因为只剩下我，非我不可。有时候一个基督徒很有信心是好的事情，但是这信心满到说，只剩下我可以服侍，只剩下我可以带歌，只剩下我可以带敬拜，只剩下我可以当招待，只剩下我可以来当小组长，没有人了 ，no， 全部都没有了。对神的信心在这个地方就卡住了，就卡住了。你会怎样？会开始自怜自哀，你会像以利亚一样。啊，神啊！你看，大家都不服侍，大家都不来聚会，大家不来团契，大家下礼拜都没有人签名要去大园教会，都没有人要去，只剩下我。你看，只剩下我。如果你的信心走到这边的时候，很好，虽然你是一个热心服侍的人，但是你的信心还不够完全，还不够完全。所以第3个哦，这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以利亚他从这个加密山上走到旷野。这个树下在那边求死，求死之后呢，天使说你再走40天逃，他1天就逃到这边，再逃到然后呢，神要他再走40天，走到何烈山上，何烈山上，最后呢，神在山上，最后用微小的声音告诉他，你要在原路的回去，所以他又再回到原来地方，好，所以他真的是脚力不错，体力不错。但是呢，你看每一张以利亚的图片都是胡子，都是白胡子。好，他不是一个年轻人，他是可能是一个老人。好，因为胡子又那么多又那么白，他可能是一个老人。所以神要他，你虽然在加密山上有很好的服侍，但是我要在你何烈山上重新学习。只有2座山，在我们的服侍的生命当中也会有2座山，一座是什么？加密山。加密山就是哇，你为主大发热心，神与你同在，你所做的都顺利，都亨通。但是神要你说这样你还不够，神要你走到什么地方？何烈山，神要在那边破碎你，用大风破碎，用地震震碎，用火烧碎，就是要你不再是靠自己，而是要完全的靠神。所以跟你旁边说，你要先上加密山。再走到何烈山，但是说神啊，我可以直接来到何烈山。神说抱歉，你走到何烈山，请你先回到加密山，再过来何烈山。如果你没有在加密山上的侍奉，你永远不能去体会什么叫做何烈山上的改变和破碎。
所以你一定要先为神大发热心，你一定要真的是愿意来服侍神，愿意为主牺牲，做一些事情，神才会告诉你，你的信心不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告诉你呢？在何烈山上。所以在跟你旁边说，你要先上加密山，再走到何烈山。第三，信心的得胜，信心得胜的环境在什么地方孕育呢？在苦难中孕育。信心得胜呢，不在加密山，也不在何烈山。信心最后的孕育是在从何烈山回到加密山这条路上来孕育。怎么孕育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19章到15节到18节。刚才神用微小的声音：“以利亚，你的家在冲下，你在这里做什么？”但是呢，神告诉他后面：“去吧，从原路回去，往大马士革的旷野去。到了那边，你要做你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去膏哈薛做亚兰王。亚兰是谁？亚兰是以色列北国的仇敌。”攻打他们，欺负他们。他说：“哈，你要我去膏敌人，做敌人的国王。”第二件事情，还要再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哈，这个以利亚他又愣住了，因为以色列的王现在的王是亚哈王，这亚哈王的太太就是要起来追杀他的，全国上下都在要他的命。你还要我回去膏他？这宁氏是另外一个臣仆。不是亚哈的子孙，但是呢，神说你要去另外去膏另外一个人起来做以色列的王。第三，你要再去找一个接棒人，叫做什么沙？以利沙。我们一起说以利沙。你要去找米和拉人的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3件事情：第一个，你将来要膏哈薛做亚兰王。第二，将来你要膏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三，你要膏拉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你的棒子。将来的事情是什么？17节，神告诉他，将来逃过亚兰哈薛的刀的，就是没有被哈薛杀死的，必被耶户所杀。就是亚兰没有杀死的，必被以色列的耶户所杀；没有被以色列的耶户所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所以你神要他设3重。现在你看到很多拜偶像、拜亚瑟拉、拜巴力的，但是神说这些人将来是亚兰要来杀这些人，亚兰没有杀到的，以色列要来杀；以色列没有杀到的，先知以利沙会来杀。最后18节是我们非常常常会听到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亲吻巴力的。神告诉他结论：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我已经为我自己留下7000个人。你刚跟那先知850个人打不算什么，40天前打的那不算什么，我已经留下7000个。这7000个是没有跪拜巴力，而且连没有亲吻巴力。巴力是什么？巴力是一头牛，是一个牛的像。对啊，他们的巴力就是一头牛，代表是一头母牛，代表会生产的，所以他们是母牛的像。好，然后那个母的乳很大，他们要跪在那母牛的面前跪拜，还要去亲吻那个像，就是他们跪拜的记号。但是呢，凡不跪拜，就是不拜巴力，就要被处死。但是神告诉以利亚，离边还乐，我自己已经留下7000个敬虔的人，所以你死了有没有关系？死了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以利亚这时候恍然大悟，原来我真傻，原来我之前害怕耶洗别洗在惊什么，根本神就已经自己预备好7000个人可以作战的，可以来承续他的责任的，承续他工作的，我何必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呢？我算什么？我算什么？到这一天，神改变他的信心，原来
最后的信心就是要，纵使困难不断，只要全心信靠，神要向我们显明前方的道路。最后的信心就是全心信靠，神要向我们显明那前面的道路。所以以利亚他前面已经看不到路，因为他觉得他被耶洗别杀死，他就没戏唱了。但是神要显明前方的道路，将来你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将来你要膏耶户做以色列王，将来你要膏以利沙接续你的棒子。请问这事情隔多久才发生？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哇，从耶户当以色列王到亚哈至少差了20年，至少差了20年。以利亚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会隔多久，但是呢，这个事情就相隔了20年以上。但是以利亚只相信神已经给他显明前面的道路，上帝最终要为他自己来来显明他的公正，所以他就学习等候。最后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等候神。我们一起说，等候神。上次牧师在那边分享，讲到那个亚伯拉罕牧师，印尼那个亚伯拉罕牧师，他就是一个完全信心的操练。虽然赵金牧师跟他说，你要在十字架上仰望你的儿子被医治的样子来宣告、来祷告3个月，3个月到了，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他又开始绝望，他就像被耶洗别恐吓一样，他就信心哇，我的祷告没有效啊，我的服事没有用。啊，虽然我是一个25000人教会的牧师，但是回教徒都笑我们，因为我的儿子是个脑性麻痹，是一个残障的。神不能救我的儿子，又怎么能够救别人呢？所以他是在被攻击的地方，他的信心掉到谷底。但是在那个当中，张金牧师鼓励他：既然我们已经祷告3个月，我们就继续祷告，祷告到底吧，坚持到底吧。信心完全的得胜，就是在你的祷告当中等候神，再等候，再等候。这就是亚哈王，这就是耶洗别，这就是以利亚，他们通通变成卡通人物。但是在今天，以利亚所留下的信心是一个等候的信心，所以很有趣。这个18节一结束之后，以利亚马上走，马上从何烈山上走下来，他没有眷恋在神的同在的地方，然后呢，他就马上遇到以利沙，就呼召他。因为那时候耶户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哈薛在哪里，也还没有出来。但是他先遇到了以利沙，就呼召他，以利沙就开始跟随他，他就开始训练他、挑战他，让以利沙跟在他的身边，直到列王记下第2章，以利亚被接走的那一天。所以第4。以利亚他所留下一个完整的信心的经历，他很有信心，能够服侍，能够呼风，能够唤雨，能够降火，能够一个人杀死850个先知。但是他还缺少就是那个等候的信心，顺服的信心。而今天我们是在耶稣这个复活节庆祝复活节的之前。前个晚上，好，虽然我们有时候都常常说明天耶稣就要复活了，事实上耶稣早就复活了。好，耶稣不是明天才要复活。我跟你旁边说，耶稣不是明天才要复活，他早就复活了。但是呢，耶稣他所走的路，更像跟以利沙、跟以利亚来可以做个完整的对照。耶稣他也是有能力，所以撒旦在旷野当中，同样在旷野当中就挑战他，你可以差派12营的天使来保护你啊！不是，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难道不能求我的父差派12营的天使来救我吗？”或是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说：“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从那边跳下去；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把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好，你向我跪拜，我把所有的万国荣华都给你。但是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显给我看，你能够有万国的荣华和权势吗？”但是耶稣他选择的是顺服，在十字架上，他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在那个地方，他也吃下一个定心丸。
因为耶稣他也有陷到同样的挣扎。他说：“耶稣，我今天被钉死了，这12个门徒怎么办？还有那个彼得，一天到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做事情又那么鲁莽。然后那个约翰又那么爱黏人，然后又有那个安德烈，还有那个马太，还有包括那个犹大等等这些人该怎么办？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吞下最后一颗定心丸，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刚才上元在带领敬拜的时候，也有用到同样的经节，第6节到第7节。以赛亚书53章第6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在耶稣出生之前的700年前就已经写出来。所以当你在读在以赛亚53章这一章，你只要去想说，哇，700年前这句话，耶稣出生的700年前，就是离我们现在2700年前，2700年前，以赛亚就已经把这样的话写下来。真的就是他所指的那个，就是耶稣，他真的就是像这样子。而我们在里面，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偏行己路，包括连服侍神的人、服侍上帝的人，都会用自己的意思去取代上帝的意思。但是今天我们从以利亚身上、以利沙还有耶稣的身上，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等候神。圣经里面神所说的必定要成就，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主要再来的日子，这些事情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口说无凭，这些事情都是要成就的事情。跟旁边说，圣经的事情都是必要成就的事情。圣经里面提到说，将来要什么样的末日的灾难，将来神要怎么样有能力的降临，这些都是必定要成就的事情。而你有没有信心去相信？当你有信心去相信，你有没有信心去等候？你有信心去相信是一回事，跟你有信心去等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有信心去相信，你可以在加密山上的服侍，但是你要有信心等候，才能够登上河烈山。耶稣他克服了一切的试炼，他克服一切的失败，为我们打开通往天国的道路。请帮我在荧幕上面按一下，我让大家来看这一段影片，声音帮我推一下。当这个影片你再次看的时候，请你也来在你心中来思想，耶稣他怎么样带给你什么的信心？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在我们看到耶稣在我们所受的苦难当中，我们来反省我们的服事是否愿意为耶稣走上那何烈山，而不是只有在加密山。还有，当我们如果在环境当中服事上面遇到苦难、遇到折磨、遇到困难，如果我们不接受、不去面对，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什么？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可以选择逃避，说大家都拜巴力，那我也跟着去拜好了。拜巴力有吃有穿，有钱可以花，因为王会一直供应他们。而我拜上帝什么都没有。但是以利沙的选择，我只拜上帝，我只拜上帝。上帝最后会证明，我一样的好处都不缺，一样的好处都不缺。在今天的新眼光，今天的新眼光当中，提到了一个戴仁寿牧师。戴仁寿牧师在1833年出生，加拿大人，而他在1920几年他就来到了台湾。他是台湾的长老教会邀请他来到台湾，来帮助台湾的麻风病人。因为他在加拿大是一个医生，如果他是医生，在加拿大他可以过很优渥的生活和日子。但是呢，他却接着邀请，就来到台湾，而且来台湾呢，就成立这个赖病就是这个大麻风好的这个诊所。而且这个大麻风的诊所呢，他们是特别的去照顾，特别去关心他们。那因为没有人敢亲近他们，所以他就这样在巴黎那个地方设立这个乐山园，在那个地方来照顾这些麻风病人。而他也在来台湾当了医生，后来他也被推选成为这个马偕医院的院长，马偕医院的院长。可是呢，这不是他的梦想，也不是他的呼召，所以他呢，后来还是把马偕院长的职务辞掉马偕医院的院长的职务，他去到了这个乐山园，也是后来的乐山疗养院的。日本人成立了乐生疗养院，这些乐山园的人就迁到乐生园去。他呢辞掉院长的职务，继续来照顾这些麻风病人。麻风病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看一下。麻风病呢的这些赖病呢，如果在部位换的话呢，整个肢体就会肿胀，而且会腐烂，而且你会失去知觉。所以麻风病呢，它第一个就是整个会像就会雪白一样。而且呢，他会失去知觉，甚至到最后，他这块肉烂掉了，掉一块肉下来，他完全都没有感觉，而且这传染是没有病可以医的。但是这个戴仁寿医生呢，他却是照顾这些人。他有一句名言，红色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别人不顾的，我们来顾。他有一句话是：别人不顾的，我们来顾。没有人愿意做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在那时候，很多的医生。哇！一听到这个麻风病，他可能都离得远远的。你去找谁？你去找那个戴仁寿医师好了。戴仁寿医师一来就是别人不顾的，我们来顾的。而他们在这个乐生园里面刻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叫扶助软弱的人，这是他们院里面的名言。我相信在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就是存了一句话：没有人要背的十字架，我来背。这些软弱的，就是耶稣他要去帮助的人。所以耶稣说，康健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要医生。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他们有机会能够来亲近神，我们应该要从别人所不愿意做的服事开始，别人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开始去。所以让我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和经验，是别人不愿意做，而你愿意去做？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别人不愿意去，而你愿意去？有什么样的职务是别人不想要担任的，而你却要担任？可能大家都想要选总统，很多人想要选立委，很多人想要选县长、选里长，大家都一窝蜂想要做。但是有没有什么大家一听到就不想做的，但是你却愿意做？今天连这个清洁队员，大家也是抢着做。你能够想到什么事情是别人不愿意的？但是你却愿意呢？
而当苦难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最后，我在这边再一次呼吁我们今年的7月份，我们要去到我们会有100个国外的学生会来到台湾。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跟上帝的安排。我们有很多的青年离开我们，有很多在我们当中有服侍的人，很好的服侍，很美好的服侍，这些的前人，他们呢可能也去了美国，去了日本，去了其他的地方，感觉上，我们的人好像在减少，我们的信心开始动摇，说大家都去追寻梦想，大家都去追求人生当中的美梦，而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外面那些梦想来的美，来的重要。但是今年上帝他自己带领这一群从美国来的人，有100个从美国要来的青少年，他们是在美国的环境长大，可是他们却要来到我们教会3天2夜的时间，6月30号到7月2号。我鼓励大家，你把这3天的时间能够空出来的，可能你已经考完试，或是你还在准备考试，你来参加，跟他们在一起受训练。他们从美国，从北美洲、南美洲、加拿大、美国不同的州，他们第一站会合的地方就是在迦南教会。这100个人，大概一半的人，他们彼此互相不认识，所以你来，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大家都不认识，是很 OK 的。但是重点不是跟他们交朋友、认识而已，重点是他们要来台湾，要有2个礼拜的服事，而我们也要去到水林，还有去到马光，这些地方都是拜妈祖的地方，都是如果你抽签、抽教会，所以没有人要去的教会，因为那个是乡下教会，贫穷的地方，那些都是没有发展的地方，那些小孩子、那些年轻人都是非常弱势。如果你是当学校老师，你也不想要抽到水林，除非不得已你就是住在那个地方，你也不想被派到马光去那边工作，不得已，除非你的工作公司就在那个地方。但是有没有人能够像代人寿医师一样，别人不愿意的我们去，没有人关心的我们去关心，扶助这些软弱的人。在今年的7月份，你会有很好的机会。我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些事工、这些事情，还有为你自己来祷告。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让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你，让上帝把他的意念带给你。天父上帝，我们要在这里向你来祷告，恳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特别在今年的7月份，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来成就我们所要成就的事情。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来掌权。主啊，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你的呼召。主啊，你说别人所不愿意的，我们要。主啊，耶稣他担负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就像那迷失的羊，偏行己路。但耶稣所受的惩罚，我们得着平安；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谢谢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谢谢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年学习相信你，依靠你，信靠你来服侍，也学习信靠你来等候，在你面前祷告。我们这时候要用决志的祷告，决志祷告，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失败的时候，感谢你在我失败的时候兴起我。虽然我的能力不足，但我相信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我曾经失败，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完全属于主耶稣。让我对耶稣的信心迈开坚定的步伐，
走上得胜的道路。走上得胜的道路。求你与我同在，求你与我同在。我要用信心来服侍你，我要用信心来服侍你，要用信心来等候你。我要用信心来等候你。我虽然经历试炼，我虽然经历试炼，却不失信心。却不失信心。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孩子祷告，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